那就是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先回去复习一下，就是社类学的部分。大家手上是中文版的话呢，那请看到就是第85页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先看到上次呢所问的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就讲到说呢，何谓18戒？那18戒呢，可以收摄在哪几个法类中？然后呢，还有说分别简述就是18戒的意思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一下呢，就是开始讲述18戒的时候呢，就是可能有人会就是乱掉，所以我们直接呢就先做收摄，就是可以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，就是18戒呢，它其实可以收摄在哪几个法类呢？那我们就直接做分类，就可以直接把它收摄到第一个呢，就提到说所缘的六境。18戒呢，它收摄到所缘的六境界，然后所依的六根界，以及能依的六世界，就是先收摄到呢，就是所缘界、所依界以及能依界这三种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知道说呢，18戒呢，它可以分为说所缘六界，然后所依六界，以及说能依的六界。那所缘的六界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说六境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社类学的第14页。那第14页呢，这边呢就提到说呢，就是中间这个地方呢，就提到说色呢，它又可以分为就是色处、声处、香处、味处、触处以及法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说呢，就是所缘的六境呢，它就是这边所讲的从色处呢一直到法处的部分，也就是答案呢在第14页的地方。那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要知道说呢，色处、声处、香处、味处、触处、法处呢，它其实呢都可以归类在摄法里面。所以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摄法呢，它在分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，就是摄法，然后呢，它可以分为就是所缘的六境。那所缘的六境呢，就是这边讲的，它包含了色处、声处、香处、味处、触处，还有法处呢这六种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先讲到呢，就是康为色呢是色的性相。那什么叫做康为色呢？康为色呢，就是说它彼此呢在触碰到的时候，它彼此在触碰，它可以就是彼此它可以接触得到、触碰得到这一种呢，然后我们称之为呢叫做康为色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在讲述这里色的性相的时候呢，然后跟心经呢，我们在提论心经的时候呢，就是心经一开始呢会讲到说，也不是一开始啊，就是在这边会提到说呢，是故空性中无色、无受、无想、无行、无事。那这边的无色、无受、无想、无行、无事的无色呢，这边所讲的色，就是跟我们在色类学讲的康为色的这个色呢，它是同义的。也就是一般我们就讲说色呢，跟这边所讲的无色的色呢，就是指色蕴。这边无色无受的这个色呢，指的是色蕴。所以这边所讲的色类学所讲的色，就是康为色的色。还有心经里面讲的说无色无受的那个无色的色呢，同样都是指色蕴。所以这两者呢是同义的。但是呢，在心经里面就是讲的说无色无受无想无形无事，然后无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呢无色声香味触法的无色呢，就是后面无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色呢，它是指下面，就是指色之下，就是这边所的色处、声处、香处的色处。所以这两者呢是有不同的。第一个无色受想行识的色呢，它指的是色蕴，所以它是包含所有的就是色法，就是康为色的这个色呢是完全就是它跟色蕴这两者是同义的。但是后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无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色呢，它所表示的呢就是色处，所以它们有大小范围的不同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呢所讲到的呢，就是所缘六境呢，那前面两个呢，前面五者呢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就是这五处呢，我们一般呢也称之为叫做五妙欲。
那为什么叫做五妙欲呢？或者说五欲，它为什么叫做有这个欲字呢？就是提到说呢，欲界的有情呢，最主要贪着的呢，就是贪着这所谓的五欲，或是我们讲的五妙欲。所以一般呢，就是色到处呢，一般我们是称之为是五妙欲，或说呢，讲述的是色等五义。那讲说色等五义或是五妙欲，最主要的缘故就是欲界有情呢，他所去贪着的，或者说他最主要呢所受用的呢，就是这些五种五欲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是五欲。那这边呢，它全部都是包含在就是所缘六境的前五个里面。那同样的呢，就是对于摄法呢，它如果广分的话呢，就是如同俱舍论里面的呢，就是摄呢，它可以分为两种，或者说呢广分的话呢，可以分为20种。那如果说略摄这两种的话呢，那就是分为就是颜色和形状。那所以呢，就是如同俱舍论里面讲到呢，摄二或是20，摄二或20。那这个二呢，就是指说颜色跟形状。那20就是颜色和形状再去分类的话呢，可以分为20种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摄呢和摄出二者呢，它是属于三句型的。那后面呢，身和身处，香和香处，味和味处，还有处和处处呢，那都是同义的。所以除了色之外呢，那下面所讲的像是身和身处、香和香处、味和味处等等，这些呢，它们都是属于同义的。只有色和色处二者呢，要特别呢去做区别。那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照着课本去看呢，就是可以看到说色处它的性相呢，就是提到说眼之所取，最主要呢就是眼之呢它所能够取的，所以它是眼之的境。那同样的呢，身处呢，它最主要的就是耳之所闻，因为呢它是耳之的对境的缘故。那身呢，就是在俱舍论讲到呢，那身为有8种，就提到说呢，身的分类呢又分为8种。那这8种呢，就是第一个分类呢，就是身它可以分为说由大种所生，还有非大种所出的声音。那由大种所出声音跟非大种所生的声音呢，它又可以再分为说就是悦耳声，还有说不悦耳声。那悦耳声跟不悦耳声呢，又可以再依次的分为呢，就是透由有情呢所发出的声音，还有呢就是不依靠有情呢所发出的声音，所以这样去分类的话呢，就可以分为8种。那这边呢，所谓的就是有直受大种声呢和非直受的大种声呢，最主要就提到说有直受的大种声跟无直受的大种声，它二者的区别呢，就是在于说心绪所摄和非心绪所摄。由心绪所摄的呢，就是有直受大种声；那不是由心绪所摄的呢，就是非直受的大种声。那能全声和非能全声的分类呢，就是看是否透由就是视夫，就是有情的舌头呢，还有喉咙所发出的声音。如果透由有情的声音，就透由有情的喉咙还有舌头等发出的呢，叫做能全声。那非由喉咙和舌头所发出的呢，就是非能全声。那这些呢，又分为悦耳不悦耳，所以共分为是8种。那以上呢是结束身处。那接下来呢，看到香处的部分。那刚讲到了香和香处二者呢是同义的。那香处呢，它最主要呢就是透由鼻支呢所嗅。那香味的4种呢，就是又分为说，就是所谓的香，然后和不香这2种，就是好闻跟不好闻这2种。那好闻跟不好闻呢，彼此又分为就是均衡和不均衡。那均衡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它的香里面呢，就是它的味道比起来呢，就是彼此都是平均的。那不均衡的呢，就是说它里面可能有的味道比较强烈，那有的味道呢比较微弱。那同样的呢，就是在比较不好闻的味道里面，就是不香的味道里面呢，它同样是分为说均衡跟不均衡。所以呢，总共香味呢是分为4种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看到就是味触。那味触呢，就是提到味和味触这2者呢是同义的。那味触呢，它就讲到说，最主要呢，它是由舌之所尝。那在味呢，还有分为说像是6种。那味呢，分为哪6种呢？就是6种不同的味道，就是甜、酸、苦、辣、咸、涩呢这6种味道。
那最后呢，就是五欲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处处。那讲到呢，就是处和处处这两者呢是同义的。那在讲述处处呢，所谓的处处呢，就是身之所处，就是我们身体呢去触碰到的这种感受，所去触碰到的。那处呢，它主要呢又可以分为11种。那在初分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分为说，就是由就是所造之处，能造之处，还有所造之处这两者。那能造之处呢，所讲的就是说，就是四大所造的，那就是地水火风。那所造的呢，就提到说像是华、色、重、清、冷、饥、渴这5种，这7种，所以加起来是11种。最后呢，就提到说就是法处。那法处呢，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呢，就是所有的常法呢，都可以包含在法处里面，或者说呢，除了色声香味触这5欲以外的这一些，像是心不相应刑法，比如说补特伽罗等这些呢，全部呢都可以收摄在法处里面。接下来呢，就以上呢，我们已经讲述完了，就是所缘6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到说呢，就是所依界。那同样的呢，所依界呢，它也是分为6种。那一般我们在讲述所依界呢，就是讲到说能够升起，就是我们的无论是根知或是意知呢，就是能够升起它的真上缘呢，那就是这里所讲的所依6根。所以所依6根呢，就分为说像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还有意根呢，这6根。所以呢，这6者呢，称之为是所依6根。最后呢，就是18戒的最后呢，我们就讲到说能依6事。那刚刚呢就已经讲到说，能依6事，它是能够依靠着谁呢？它最主要呢就是依靠着就是不共的真上缘，就是所依的6根，就是依靠着所依的6根呢，依着他们，它才能够升起的缘故呢，所以它称之为叫做能依6事。所以能依的6事呢，它最主要依靠着谁呢？就是依靠着这些不共的真上缘，就是6根呢，透由6根才能够升起的缘故，所以称之为叫做能依6事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在讲说，就是所依跟能依的关系呢。那我们举譬喻来说，就比如说我们到农田里面呢，然后要装很多的谷物回家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可能会拿一个大布袋来装。那这个大布袋呢，就是所依。那装在里面的这些谷物呢，像是稻米啊，或是水果等等呢，那就是所谓的能依。因为它最主要呢，就是依靠着这些布袋，依靠着布袋呢，然后储存在里面的缘故，所以所依呢就是布袋，那能依呢就是这些谷物，或者说我们看到果树的时候，然后果树上面呢，然后有一只乌鸦停在上面，那果树呢就是所依，那能依呢就是依靠着这个树木的这个乌鸦呢，就是称之为是能依。所以同样的呢，我们在讲述说所依界跟能依界的时候呢，那所依界呢就是5根，就是6根。那能依的这个6事呢，它因为依靠着6根才能够升起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叫做能依。所以这就是所依跟能依之间的差别。那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是个别解释完了，就是所缘6境，然后所依6根以及能依6事。那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就讲到说，就是主要是提到说能依6事。那能依6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最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去缘我们这边所讲的所缘的6境。它最主要6境就是说去直取或者说缘到这些所谓的6境，所以提到说它最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去缘这个外境，那也是缘我们这边所讲的所缘的6境。但是呢，它要引发这个作用的时候呢，就是能依的6事，它要能够有这个去缘外境的动作的时候呢，它一定要有一个能够帮助它能够去缘的这个作用。那这个作用最主要来自于谁呢？就来自于说，就是不共的真上缘，就是它一定要依靠着所依的
六根呢才能够产生去缘外境的这个作用的缘故呢，所以才讲到说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去缘所缘六境。那能够帮助它升起这个作用的呢，就是所依的六根。那在所依六根里面呢，就提到说前面的五根呢，它是属于内色，那第六根呢，它并不是属于色法，它是属于一根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就是所依的六根呢，它没有办法去缘外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本身也是色的缘故，它是属于内色的缘故，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去缘到外境。所以最主要能够缘到外境呢，有这个作用的呢是能依的六识。但是它如何产生这个能依的六识呢？最主要就是靠着所依的六根，然后让它产生这样子的作用。所以呢，能依六识它的主要的对境呢，它最主要所缘境呢，就是所缘六境。那能够帮助升起的呢，就是依靠着所依的六根，才能够升起能依的六识。那在这边呢，就是有一点要做区别的呢，就是说我们这里呢虽然是提到说能依六识，但这边讲的能依六识的这个识呢，它并不是指说心识，因为以往我们在讲说识的时候呢，是提到说像是心王跟心所的心王的部分呢，会称之为识。但这边讲的能依的六识呢，它并不是特别强调心王，它最主要是讲述呢，就是像是眼知，然后呢一直到意知。因为眼知，无论是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，或是意知呢，它全部呢都可以分为心王跟心所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并不是特别强调心王的部分。虽然说它的名字是安立叫六识，但这边六识呢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改成说像是能依六知。虽然说它的原文也是用六识，但是它最主要讲的六识，它主要是提到说六知的部分，因为六知呢，它就是像眼知等等呢，它都是包含心王跟心所。那为什么说这边的六识呢？主要是在讲述六知呢，就讲说，因为这六知呢，它都是同样，它最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它主要缘的就是去缘所缘的六境。那它能够升起所缘六境是依靠着什么呢？就是要依靠着所依的六根，所以透由这个呢，就可以升起所谓能依的六知。所以它最主要是讲到说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，还有意知的部分，并不是说强调说一定要是心王。那这边呢，人们其实就提到说，那这里呢，就是18戒呢，为什么要特别去分，就是所缘六境，然后所依六识，然后还有能依六识，以及还有说所依六根呢？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分别呢？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说境的时候呢，就比如说像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境呢，它本身呢就是在存在在那边。那要证明它是如何存在的呢？它为什么是存在的呢？因为有能够证得它的心事。所以呢，所缘的六境呢，要如何证明它是存在的呢？就提到说有能够证得它的有境，那也就是六知，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呢能依的六识。那能依的六识呢，它是如何的升起呢？它要依靠着缘，它的缘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共的真上缘，也就是所依的六根才能够升起的缘故。所以呢，所缘的六境呢是所谓的境，那能依的六识呢，就是这六知呢，就是能够证得它的这个有境呢，就是所谓就是六知的部分，就是能依的六识。那这能依的六识，它要能够升起呢，最主要依靠的缘呢，不共的真上缘呢，就是所依的六根。所以由此呢，就是18戒呢，可以分为这3类。那所以以上呢，我们就解释完了，就是第一题，就是何谓18戒。那18戒呢，可以收摄在哪几个法类当中？那在讲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连带的就是说，就是18戒它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它的性相呢，我们就是连带的呢，就是都解释到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到第2题的部分，就是依呢有分为哪几种，然后呢分别解释这些依的意思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到说呢，就是有几种依的分类。那几种依的分类呢，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已经讲到说，就是依呢就是可以分为就是10种，它的分类呢可以分为10种。那也就是讲到说，像是繁体依、直依、质性依、体性依、同性依、繁体同类依、直同类依、成住依、成住同质依，还有观待实境、质性、成住同质依。那就是第5个
同性一呢，我上一堂课是翻同类一，但是它那个同类就是跟第5个的那个同类跟第6个繁体同类的那个，还有第7个子同类的同类，并不是同一个字，所以呢，我就之后就决定修改，把第5个同类一呢改成同性一，那后面的那些同类一呢，就是维持原来的同类一。那今天就是因为荣切还有事情呢，所以就先上到这边。那下一堂课呢，那荣切说他就会尽快的呢把这些问题的答复呢，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回答。